歡迎嚟到網上宣傳入門速成班第一堂。喺呢一堂，我會同大家講解其實網上宣傳即係啲乜嘢啦，點解要做網上宣傳啦，同埋幾個主要嘅網上宣傳工具嘅。咁講網上宣傳之前呢，首先其實講下點解做生意要宣傳呢？其實宣傳嘅目標係首先你要增加客源啦，跟住你就會提升到你嘅利潤啦。咁其實做宣傳，第一你就要增加你嘅能見度，令到唔知你存在嘅人會知道你嘅存在啦。咁第二，佢知道你存在，未必會買你嘅嘢喎，因為佢唔信你啊嘛。咁你要提升你公司嘅可信性啦。咁跟住然而佢信得過你，咁就會幫你買嘢，咁就會增加到利潤㗎啦。咁其實網上宣傳就係利用互聯網嘅工具去提升你嘅能見度，同埋提升你嘅可信性。例如 Facebook 專頁啦、Google 廣告啦，呢啲可以讓客戶知道你嘅存在啦。又或者電郵推廣、寫 blog 啊，或者一個專業嘅網站咧，就可以提升你喺準客戶對你嘅信任嘅。咁其實點解要做網上宣傳呢？而家知識年代啦，人其實越嚟越依賴電腦啦，同埋互聯網去提供啲知識啊，做資料搜集啊，或者尋找服務供應商等等嘅。喺香港而家已經有80%嘅人使用互聯網啦，而呢個使用率只會繼續上升，不久將來會去到100% 嘅使用率嘅。咁你嘅競爭對手亦都用緊咯喎，或者將會開始使用咯。咁你可唔可以唔用呢？仲有網上宣傳其實係宣傳所有宣傳手法裏面其中一個最低成本嘅，例如比起電視廣告啊、報紙雜誌廣告啊嗰啲，咁個成本係非常之低，同埋效果亦都非常之明顯嘅。例如電視廣告你唔知幾多人睇咗，或者雜誌廣告你唔知幾多人睇咗，網上宣傳你可以知道幾多人睇咗你嘅廣告嘅。咁最主要嘅網上宣傳工具，第一就包括呢個搜索引擎優化同埋廣告啦。咁例如呢個 Google 咁啦，讓一啲唔知你存在嘅人知道你可能係佢哋需要嘅人。跟住就係一個網站啦，咁可能佢哋知道你存在，但係未認識你嘅，咁一個網站可以為你解釋一啲關於你公司嘅嘢啦。咁跟住就社交網絡，例如 Facebook 咁啦，咁可以等你同你嘅準客戶或者客戶咧有一個互動性嘅接觸嘅。咁只要花少少時間了解下網上宣傳嘅嘢，回報一定非常之高嘅。咁今堂係咁多，多謝收睇，下一堂我將會同大家講解關於網站嘅，下個 video 見。如果有興趣學更多關於網上宣傳同埋增加生意嘅策略，請到 www.3minmarketing.hk 去收睇更多3分鐘網上宣傳速成短片。